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5月29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0篇，民数记第6章22节到27节，马可福音第4章21节到25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灯。英文的 light 有许多不同的意思，我们可以把它当成名词灯，也可以当成亮光，或者是用作形容词光明，也可以作为动词点燃或是点亮点着。英文说 You light up my life， 你点亮了我的灯。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旷野当中，白天他以云柱，夜里他以火柱来点亮黑暗的旷野，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。前几天牧师在提到那个信仰上面没有灰色地带，那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若是不亲近光的话，我们其实就是活在黑暗中的人。祭司的职责就是领人进入上帝的光明，领受上帝的赐福。民数记第6章的经文22节到27节提到了祭司亚伦以及他的家族，提到了祭司家族要蒙受上帝的赐福，但是他们必须要先尽责成为别人的祝福以及亮光。圣经说，上主命令摩西要吩咐亚伦和他的儿子们用下面的话祝福以色列人：愿上主赐福给你，保护你；愿上主以慈爱待你，施恩给你；愿上主看顾你，赐平安给你。上主说，如果他们奉我的名祝福以色列人，我就赐福给他们。这一段我们非常熟悉祝祷的经文就提到了上帝的面光，它是使人蒙福。那换句话说，祭司们就必须要成为以色列人的光，为他们献祭，带领他们进入上帝的光明，领受上帝的赐福。耶稣基督曾经说过，我是世界的光。他也要求门徒们要成为世界的光，来影响这个世界。那要如何成为光？耶稣基督说了一个最简单的要求，就是要让人看见光。他在马可福音第4章21节到25节的经文这样说道：斗底下的灯。耶稣又说，有谁点了灯拿来放在斗底或是床下，他岂不是要把它放在灯台上吗？任何隐藏的事总会被张扬出来，任何掩盖的事也会被揭露出来。有耳朵的都听吧。他又告诉他们，要留心你们所听的，你们用什么量器来量，上帝也要用同样的量器来量你们，甚至要多给你们。那有的要给他更多，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一点点也要夺去。基督徒要成为世界的光，要让世人看得见，这个光是要看得见的。当世界需要光的时候，光就要站出来照亮。
我们看过去每一次当日本遇到大灾难的时候，台湾人的捐献每让日本人可以感动很久很久。又我们看到乌克兰被侵略的时候，台湾人的捐款，无论是金钱或是物资，都是不遗余力，真的让人看到台湾发光。这一次国会滥权事件，我们看到教会挺身而出，特别是位在立法院旁边的济南教会，成了这一次公民自觉运动的光。所举行的为台湾祈祷的聚会，不但让基督徒进入参加礼拜，有更多一辈子拿香的第一次走进了礼拜堂。第一次参加礼拜的人，都感受到基督徒信仰的亮光。牧师分享一张图我们需要一起来努力了诗篇20篇，为胜利祷告。愿上主在你遭难的日子顾念你，愿雅各的上帝保护你，愿他从圣殿援助你，从锡安山支援你。愿他接受你所献的供物，悦纳你的烧化祭，愿他成全你的心愿，成就你一切的计划。这样我们就为你的胜利欢呼，以颂赞我们的上帝庆祝你的凯旋。愿上主成全你所求的一切。现在我知道，上主把胜利赐给他所立的君王，从他圣高天应答他，以他大能力使他得胜。有人倚靠他们的战车，有人倚靠他们的马匹，我们却信靠上主我们的上帝。他们要瓦解扑倒，我们却要坚立不移。上主啊，求你使君王得胜，我们呼求的时候，求你应答。感谢上帝呼召我们成为蒙福者，也给我们使命成为世界的光。感谢主提醒我们需要将灯摆在人看得见的地方，使人因着我们而看到基督的光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